19岁呢少女啊，开飞机呢，有来到台湾了，好像新闻报道还是网络报道呢。你看这个飞行的路线图，一开始是画那个西欧哦，可能是英国那个位置，那在西欧，然后往那个大西洋，然后往格陵兰，然后北美，然后到可能有加拿大，然后美国，然后到中美洲，然后又往上去，就是美国的东岸、西岸都有，然后再上去绕那个经过太平洋的呢，到亚洲，你看到亚洲中国大陆，然后往南，往那个你看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往南有到台湾的哟。现在2021年12月，网络报道了吗？还是新闻看到了？到达台湾了呢，有看到那个飞机降落的画面呢。然后又要往那个东南亚，然后你看有经过那个是泰国了吗？还有再来是北印度吗？还是尼泊尔附近？北印度然后印度北部，印度半岛，就是有那个亚洲南部3个半岛，由东到西是中南半岛有越南、泰国、缅甸、辽国，那个中南半岛，然后再往西印度半岛，再往西阿拉伯半岛，然后到北非埃及还是利比亚，埃及然后飞地中海，然后回到欧洲。你看，那可能是西欧人。妇女那个少女呢？哦，她是父母都是飞行员哦，19岁就敢开飞机了，很有勇气耶。原来他的父母都是飞行员哦，2名飞行员的女儿，就是说他的父母都是飞行员。哦，你看，19岁就敢开飞机了，还要绕全球了，环球来看。哦，已经来到台湾了嘞，这勇气真可嘉了，这么有勇气啊！